各位香港嘅老友，我係 Stella， 歡迎嚟到拆房頻道。拒絕水軍，拒絕虛假，只講真實數據，唔係叫你唔好買，係想你醒少少先去買啊！各位香港嘅靚仔靚女啊，我知道你哋而家咧好開心噶，港車北上，深中通道通車咗啊嘛！週末咧拎住個行李篋，揸住部 Model 3或者係 Alpha， 半粒鐘嘅車程嚟到中山吃喝玩樂，睇樓買樓唔知幾爽。但係咧，我今日唔係嚟同你講中山嘅石岐魚鴿有幾好食嘅，亦都唔係同你講邊個新盤跌到出血價。今日咧，我要同你哋講嘅係你哋班香港嘅街坊，10個有9個都以為自己好醒目，但係咧10個有9個都踩爆雷嘅兩大死穴：跨境資金匯款同埋內地嘅物業繼承。每次咧，我問啲香港嘅客人啊，我話哥仔，你準備點樣將幾百萬嘅港幣匯落嚟交樓款啊？你知唔知佢哋通常點答我？Stella， 使乜你教啊？我去上水揾間地下錢莊或者分批幾萬咁螞蟻搬屋搬落嚟咪得咯。再唔係我揾大陸親戚個戶口借用下，幾簡單。聽完我真係想一巴打醒你啊！簡單，你知唔知你呢種咧以為好醒目嘅操作咧，隨時會搞到你幾百萬嘅積蓄俾內地嘅差佬凍結，樓又交唔到，仲要俾開發商告你違約收走首期。仲有另外一個死穴繼承啦。Stella， 我買咗間樓，寫我名，我第時走咗嘅話，間屋咪自然過戶俾我個仔咯。我有立香港 Wills 噶嘛，死咗自然過戶。你以為喺香港買樓長命契啊？我話你聽啊，如果你唔搞清楚內地嘅民法典，你走咗之後，你間中山樓可能會分俾你大伯、姑姐，甚至你前妻。到時你成家人喺中山不動產登記中心查屋都有份。今日呢10零分鐘呢，我唔會同你背法律條文，我用最白嘅話、最真實嘅 case 話你聽點樣避開呢啲死人冧樓嘅坑。想保住你哋辛苦大半生嘅血汗錢，同我坐低仔細聽啊！OK， 我哋先講第一大死穴匯款。好多香港人買內地樓咧，最中意講一句：呀 policy 咁複雜，手續咁繁瑣。我有個 friend 介紹咗間公司，可以用 under the table 嘅方法幫我搞掂。我求下你哋，唔好再聽你啲朋友講啦。你嗰啲朋友出咗事會幫你坐監咩？會幫你賠錢咩？我上個月先接咗個 case。旺角一位陳生喺翠亨新區睇中咗一套成200萬嘅海景3房，佢自作聰明，唔行正規嘅銀行渠道，去咗元朗一間找換店，分咗5次，將200萬港幣轉落找換店指定嘅內地私人戶口。結果點？第3筆錢匯到中途，內地公安嘅反詐中心直接打回招辦，因為嗰個私人戶口涉嫌洗黑錢。陳生嗰個內地銀行戶口咧，即時被凍結咗。唔單止嗰200萬攞唔返，開發商見佢逾期未俾清尾款，直接出律師信告佢違約，沒收咗20% 嘅訂金。陳生跑嚟中山揾我，喺我面前喊晒咁。我問佢：你當初慳嗰幾千蚊嘅手續費，而家冇咗幾十萬，開心未啊？大家記住啦，內地對外匯管制限額係每人每年5萬蚊美元，但呢個係個人結匯嘅限額，唔代表你可以用私人戶口隨便轉錢入嚟買樓㗎。仲有一種人用自己香港戶口匯錢落去佢大陸親戚嗰啲戶口，諗住叫啲親戚咧代付。我話你聽，內地銀行系統咧現時嚴過你睇醫生，購房資金必須名跟人走。你買樓合同寫你名 A， 匯款戶口就必須係你名 A。你就算用你老婆名 B 匯落嚟，銀行審查房產資金來源嗰陣，一句資金來源不合規，直接退回。退回嘅過程咧，扣你匯率差額，扣手續費，來回折磨你2-3個月。你間樓已經俾開發商轉賣咗啦。講咗咁多，係咪嚇到你哋心慌慌？唔使慌，我 Stella 咧毒舌係想你醒，唔係想你死啊！正規方法其實好簡單，只係你哋懶得去問同埋懶得去做。第一，行正道，香港居民購房專用匯款渠道，現時人民銀行同香港金管局有清晰嘅 policy， 只要你攞住內地嘅認購書、網簽購房合同同埋身份證明文件，去香港嘅主要銀行，比如中銀、工銀亞洲、建行亞洲申請購房專用嘅匯款，呢筆錢係唔受每人每年5萬美元限額限制嘅。你買300萬嘅樓就可以合法一次過匯300萬人民幣落去中山開發商嘅監管帳戶，乾乾淨淨、合法合規，公安唔會凍結，銀行唔會卡你。第二，跨境理財通 2.0。如果你係想買二手樓或者俾尾款，利用理財通嘅南向北向專用戶口，額度已經提升到300萬人民幣。
第三，揾一個真正識行內規矩嘅 agent。如果你揾我買樓，我第一時間唔係帶你睇示範單位，係先幫你 check 清你香港銀行戶口嘅狀態，幫你約埋銀行 manager， 做埋預先批准嘅預審。手續雖然要準備幾份文件，但勝在係瞓得着覺啊。OK， 講完錢落嚟，講下一個大喜悅，間樓點樣傳俾下一代？呢個話題香港客最忌諱，好似講到個死字咧都會唔好咁樣，但係你越係避開，死得越慘。你哋通常以為咧 ，Stella， 我喺香港律師樓立咗 will 啦，寫明我所有遺產，包括中山呢間樓咧，全部俾晒我細仔，搞掂，搞掂，搞掂個屁啊！你攞住一份香港嘅 will 紙，直接跑去中山不動產登記中心，人哋櫃台姐姐啊，連睇都唔睇你啊，直接同你講，阿生，請你先去搞公證同遺囑認證，即係遺產承辦。香港行普通法，內地行民法。喺香港，你立咗遺囑，走咗之後去高院搞遺產承辦認證，基本上順理成章。但係喺內地民法典規定咗法定繼承人嘅順序，如果你冇立符合內地法律嘅規範嘅遺囑，按內地法定繼承第一順位繼承人包括配偶、子女，仲有你嘅父母。聽明白未？包括你嘅父母。我舉個真實悲劇嘅案例啊！香港嘅黃伯咧，15年前喺中山東區買咗間100平方嘅樓，寫佢一個人名。幾年前咧，黃伯喺香港過身，冇立內地嘅遺囑。黃伯過身嗰陣，佢阿媽即係黃伯個媽媽仲健在㗎。過咗半年之後咧，黃伯媽咧都過埋身。依家黃伯個大個仔想賣咗中山間樓套現，結果去到內地公證處一查，黃伯死嗰陣，間樓嘅產權分咗俾黃伯嘅老婆、黃伯3個仔女同埋黃伯個阿媽。黃伯媽過身之後咧，黃伯媽繼承嗰部分又再轉移咗俾黃伯嘅兄弟姊妹。最後點啊？黃伯個大仔要買呢間樓，必須揾齊香港同大陸一共14個親戚，全部親戚咧親身去到中山嘅公證處簽名放棄繼承。其中包含黃伯喺香港移民咗加拿大嘅細姑姐，仲有30年冇聯絡嘅二伯。其中一個親戚一句要我簽名，得啊，分翻50萬嚟先啦。結果嗰間樓咧卡喺度5年，賣又賣唔到，住又住得唔舒服，齋係律師費用同埋法律程序已經花咗10幾萬啦。你哋聽完係咪覺得好荒謬？但呢啲咧每日都喺中山不動產登記中心上演緊嘅。有人就話 Stella， 我立咗香港遺囑，寫明俾我老婆，咁得啦啩？得，但好麻煩咩？你香港嗰份遺囑要攞到內地用，必須經過1香港高等法院做遺產承辦，2揾香港嘅中國委託公證人做公證，3經過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做家章轉遞，第4拎落嚟中山公證處，公證處仲要審查遺囑內容有冇違反內地民法典嘅保留份額。如果其中一個 wording 寫錯咗，或者係法律條文對唔上，成份遺囑喺內地就等於廢紙一張。聽完係咪覺得背後發涼？想保住你間樓，唔想第時你啲仔女因為公公婆婆、叔伯兄弟反目成仇。我教你3招超前嘅部署。第1招，做雙軌遺囑。如果你喺內地有物業，最乾淨利落嘅方法係直接喺內地嘅公證處立一份專門針對內地房產嘅內地遺囑。現時內地有中華遺囑庫，或者直接去中山市公證處使2-3千蚊嘅人仔，有公證員幫你錄音錄影存檔入系統。第時你一旦百年歸老，你啲仔女攞住呢份內地公證遺囑同死亡證去中山不動產登記中心，2-3個星期就完成過戶啦，完全唔使去煩香港嗰一套繁瑣嘅手續。第2招，聯名買樓。買樓嗰陣啊，如果係夫妻或者係父子，直接寫2個人名。雖然內地冇香港完全一樣嘅長命契，內地叫做按份共有或者係共同共有，但寫埋仔女名，至少確保咗產權有一半或者一部分已經喺仔女嘅名下，大大減少日後繼承嘅比例同手續。第3招，生前贈與。如果你年紀大睇得開，趁自己仲清醒精神好，直接喺生前將中山間樓贈與或者以買賣過戶嘅方式轉俾仔女，雖然要交少少嘅契稅，但勝係一勞永逸，完全斷咗日後親戚爭產嘅可能性。
各位香港嘅朋友，我係 Stella， 講嘢咧係臭串咗啲，嘴係硬，甚至有啲難聽。但係我喺中山買咗10幾年樓，我見過太多香港客戶買樓嗰陣平平安安，以為自己執到寶，結果匯款出事被封戶口，或者幾年後老人家過身，成家人為咗間樓喺中山土地局門口鬧交拆屋。我睇到心都痛。我經常同我團隊啲人講，我哋賣嘅唔單止係一層樓，係香港客大半生嘅一個積蓄嚟嘅，係佢哋退休嘅夢想。如果你揾我買樓，我唔會淨係帶你睇示範單位幾靚，景觀幾好，我會幫你去做埋最難最繁瑣嘅嘢，幫你規劃合法咁跨境購房匯款嘅路線，對接好兩地嘅銀行，幫你聯繫最靠譜嘅中國委託公證人同中山公證處，幫你做大灣區物業繼承嘅規劃，甚至你日後租務稅務問題，我一條龍幫你哋跟到底。買樓係人生大事，跨境買樓更係大中之大。唔好再聽嗰啲聽朋友講，唔好再自作聰明行捷徑。如果你依家手頭上有中山樓，或者準備落嚟中山睇樓，對匯款同繼承有任何疑難雜症，唔怕尷尬，可以 WhatsApp 我，揾我 Stella， 我免費同你做一次跨境資產健康檢查。OK， 我哋今集講完啦。大家覺得呢一條片有用嘅話，點個 like、訂閱鎖頻道，同埋 share 俾身邊準備落大灣區置業退休嘅老友記。我哋下一條片再集。我係 Stella， 我哋中山見。